催眠最好嘅方法就係臨瞓之前聽歷史。我係陸小凡，今日我哋講魏武帝曹操。喺中國歷史上，從來都冇一個人好似曹操咁樣被誤解咗足足1800幾年。戲曲入面佢係白面奸臣，三國演義入面佢係梟雄逆賊，就連民間嘅傳說裏邊呢，佢都係嗰個多疑嗜殺、陰險狡詐嘅小人。不過《三國志》作者陳壽用咗非常之人、曹氏之傑8個字，俾咗佢三國人物入邊最高嘅評價。但係好多人會話曹操嘅底氣係嚟自佢嘅軍事實力，嚟自佢打贏咗官渡之戰，統一咗北方。但其實三國入面打得嘅將領數不勝數，能夠割據一方嘅諸侯比比皆是。點解只有曹操能得到咁樣嘅頂級評價？最核心嘅原因好簡單，就係佢喺漢末最黑暗嘅時刻做咗2件前無古人嘅事。一件係唯才是舉，打破咗世俗壟斷權力嘅百年枷鎖；另一件係屯田修渠，令到百萬流離失所嘅百姓重新有咗活落去嘅希望。佢成世人都俾人鬧，但係佢成世人都係做住結束亂世、安定民生嘅事。今日我哋就順住時間嘅脈絡，徹底咁樣撕開《三國演義》為曹操貼上嘅1000年標籤，還原一個最真實嘅曹孟德。曹操字孟德，出生喺永壽元年，即係公元155年。佢係沛國谯縣人，即係而家嘅安徽亳州。曹操係漢初相國曹參之後，阿爺曹騰呢係東漢中後期服侍過5代皇帝嘅宦官。漢桓帝時期被封為費亭侯，做到大長秋。喺宮入面嘅30幾年啊，從來都冇明顯嘅過失，仲成日推舉賢能之人，絕對唔係後世《三國演義》入面嘅陰濕太監。曹操阿爸曹嵩係曹騰嘅養子，靠住曹騰嘅聲望，官運亨通，一路做到太尉，位列3公。講到曹嵩嘅身世，《三國志》入面稱莫能審其出生本末。後世書寫嘅《曹滿傳》當中記載曹嵩本姓夏侯，呢個講法喺民間流傳極廣。不過現代考古嘅基因檢測證明咗曹嵩同夏侯氏並冇血緣關係。出世喺咁樣嘅顯赫家族裏邊，曹操本來應該可以就咁安安穩穩過日子，但係作為閹人之後，佢呢個身份呢就變成佢後世成日都搣唔甩嘅標籤。因為喺東漢末年，世俗同宦官集團勢同水火，就算曹騰素有賢名，曹操都照樣被嗰啲頂級士族子弟睇唔起。呢個身份帶嚟嘅尷尬貫穿咗佢嘅一生，亦都變成咗佢第日打破士族壟斷、推行唯才是舉嘅一個重要根源。後生嗰陣嘅曹操放蕩不羈，唔中意研究儒家經典，唔收集品行學業，成日同袁紹、張邈呢啲世家子弟呢周圍遊蕩，做咗唔少離經叛道嘅事。《世說新語》入面呢記載咗一段咁樣嘅軼事：少年曹操同袁紹一齊，睇見有人家娶新娘，於是就趁住夜色偷偷摸摸咁潛入咗人哋嘅後院，大嗌有賊仔啊！將屋入面嘅人全部引晒出嚟，趁呢個機會衝進新房，將新娘搶咗出嚟。走佬嗰陣呢，袁紹唔小心跌咗入荊棘草叢當中，喐都喐唔到。於是曹操仲大嗌住一聲：小偷賊仔喺呢度啊！嚇到袁紹即刻彈咗起身，2個人得以脫身。呢段軼事雖然唔係喺正史入邊記載，
但係喺潮縣當地流傳咗上千年。而家亳州潮陵寺遺址一帶仲流傳住少年曹操行俠仗義嘅種種傳聞。嗰陣時嘅人覺得呢個放蕩不羈嘅少年第日冇咩大出息噶啦，但只有梁國嘅喬元、南陽嘅何用睇得出佢唔係簡單之輩。喬元係當時嘅名臣，做到太尉。佢見到曹操之後直接講：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可以制都。意思就係話呢，可以安定天下嘅人睇怕都係你啦。呢句話變成咗曹操人生入面第一份嚟自頂級名士嘅認可。喬元仲建議曹操想喺亂世當中立足，一定要先令到自己嘅名聲傳播出去，叫佢去拜訪汝南嘅許紹。許紹係當時最有名嘅人物評論家，每個月初一都會對當時嘅人物進行評價，人稱月旦評。於是曹操就帶住厚禮去拜訪許紹，問佢：你覺得我點呢？許紹一開始唔肯回答嘅，但喺曹操嘅一再追問底下，許紹先至講出嗰句流傳千古嘅評語：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聽完之後笑咗笑就走咗啦。西平3年，即係公元174年，20歲嘅曹操被推舉做孝廉，入咗洛陽做郎官。冇幾耐之後，被任命做洛陽北部尉，負責管理洛陽北部嘅治安。洛陽係東漢嘅都城，住喺入面嘅都係皇親國戚同達官貴人，一向都好難管理。但係曹操一上任就叫人修葺咗北部尉嘅衙門，仲整咗10幾條五色大棒懸掛喺衙門左右，明確講明邊個犯禁，我唔理你老豆係邊個，照樣棒殺之。當時宦官簡石嘅叔父恃住宮中勢力，根本冇將曹操嘅禁令放在眼內。曹操知道咗之後，一啲都冇顧忌簡石喺宮入面嘅地位，即刻下令將佢捉咗起身，用五色棒當場打死。呢件事一出，成個洛陽都為之震動。嗰啲平時橫行霸道嘅權貴亦都因為咁記恨曹操，但礙於曹騰同曹嵩嘅面子，佢哋冇辦法直接落手加害。最後喺西平6年，將曹操調離洛陽，去頓丘做縣令。光和元年，即係公元178年，曹操因為堂妹夫宋祁被宦官誅殺，被免咗官職，只好返鄉下朝縣。呢個係佢人生入面第一次遇到重大挫折。但賦閒在家嘅時候呢，佢冇搞其他嘢，佢睇咗好多書，尤其用心鑽研兵法。呢樣嘢呢，亦都為佢第日行軍打仗打落咗好好嘅根基。直到光和3年，曹操又再被朝廷任命為議郎，返到朝堂嘅曹操照樣冇改變自己剛直嘅性格。對住之前被宦官誅殺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曹操唔理自己安危，多次向漢靈帝上奏，幫兩個人申冤，直接講朝堂奸邪當道，言路閉塞。但係佢嘅奏摺遞咗上去，全部都石沉大海，漢靈帝根本唔睇唔理。此後幾年，曹操亦都多次上奏進諫，最終都係一啲回音都冇。於是佢選擇再都唔出聲，因為佢慢慢睇清咗東漢王朝嘅腐朽已經病入膏肓，淨係靠佢一人之力根本無力回天。光和7年，即係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東漢王朝嘅統治岌岌可危，朝廷即刻調集大軍去鎮壓。曹操被任命做冀都尉，跟隨皇甫嵩、朱雋前往潁川征討黃巾軍。呢次係曹操第一次上戰場，佢帶住手下同皇甫嵩夾手夾腳喺潁川打敗黃巾軍，斬幾萬個人嘅首級。打贏之後，曹操因為戰功升做濟南相，
管住濟南國10幾個縣嘅政務。當時嘅濟南國吏治腐敗到極點，各縣嘅縣令縣長好多都貪污枉法、橫徵暴斂，百姓苦不堪言。加上當地嘅富商豪強藉住祭祀之名搜刮民脂民膏，奢靡嘅風氣越嚟越誇張，歷嚟嘅濟南相都唔敢理。但係曹操一到任呢，即刻罷免咗8個縣嘅貪官污吏，又落命令拆毀咗所有嘅非法祠廟，嚴格禁止淫祀行為，邊個違令一定重罰。短短幾個月之內，濟南國嘅風氣即刻唔同晒。不過曹操嘅呢個舉動再一次得罪咗朝中嘅權貴同地方豪強，佢哋處處同曹操作對，甚至想暗中落手加害於佢。曹操唔願意違背自己嘅本心去迎合權貴，亦都唔想連累屋企人，最後只能夠託病辭官，又翻去曹縣老家。佢喺曹縣城外起咗間茅屋，春夏讀書，秋冬涉獵，過起咗隱居生活。中平5年，即係公元188年，漢靈帝想鞏固自己嘅統治，設立咗西園8校尉。曹操因為家世同能力，被任命為典軍校尉，又翻咗朝堂。但係佢啱啱翻到洛陽呢，漢靈帝就駕崩。年僅14歲嘅漢少帝劉辯登位，何太后臨朝聽政，大將軍何進揸住朝政大權。掌握大權嘅何進想誅殺專權嘅宦官，但係遭到何太后嘅堅決反對。何進聽咗袁紹嘅建議，下令叫涼州刺史董卓帶兵入京，藉住董卓嘅兵力逼何太后同意誅殺宦官。當曹操知道呢條消息之後，佢明確反對。佢認為如果要誅殺宦官，只需要鏟除佢哋幾個首領就夠啦。求其一個獄卒就可以做成呢件事，使乜嘢召外將入京呢？一搞大件事，注定會失敗。但係當時何進根本聽唔入耳，照樣執意召董卓入京。事情嘅發展果然俾曹操估中啊！董卓未到洛陽，何進就被宦官設計殺害。袁紹、袁術等人又帶兵入宮，殺咗所有嘅宦官，2000幾個人就咁枉死。就喺呢個時候，董卓率領西涼鐵騎去到咗洛陽，佢趁住朝堂大亂，廢咗漢少帝劉辯，改立陳留王劉協為帝，即係漢獻帝。之後董卓又毒殺咗何太后同漢少帝，自己封自己做相國，揸住朝政大權。董卓入京後，西涼鐵騎喺洛陽城入面燒殺搶掠，成個洛陽城變咗做人間地獄。董卓知道曹操有能力，想拉攏佢，於是任命佢做驍騎校尉。但係曹操睇清咗董卓嘅真面目，佢知道董卓倒行逆施，必然會落得身敗名裂嘅下場，根本唔願意同佢同流合污。於是曹操改名換姓，靜雞雞咁樣走出咗洛陽，去咗陳留。講到曹操逃出洛陽之後嘅經歷，唔同嘅史書有唔同嘅記載。《三國志》入面寫，曹操經過中牟縣嘅時候，被一個亭長懷疑，捉咗送去縣入面。後來縣入面有人認得佢，幫佢求情，先至放咗佢。《魏書細語孫勝雜記》入面呢，都記載咗曹操殺呂伯奢家人嘅事，只係起因各不相同。有人話呂伯奢個仔想圖謀曹操嘅財物，俾曹操反殺；亦都有人話曹操疑心太重，誤以為對方要落手加害自己，先下手為強。而嗰句流傳咗千古嘅名言：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係後世嘅藝術加工，唔係曹操講嘅。初平元年，即係公元190年正月，曹操去到陳留之後，喺孝廉、衛資嘅資助底下，
曹操正式招募義兵，號召天下英雄一齊討伐董卓。之後，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等各路諸侯都紛紛起兵，組成咗關東聯軍。佢哋推選袁紹為盟主，曹操呢就被任命為奮武將軍。10幾萬大軍聚集喺孫祖一帶，兵鋒直指洛陽董卓。董卓知道關東聯軍起兵嘅消息之後，急急下令放火燒毀洛陽，又逼漢獻帝同洛陽嘅幾百萬百姓一齊遷都長安。呢個時候嘅關東聯軍本來呢就應該趁住董卓西遷，大兵追擊，平定叛亂，但係各路諸侯都淨係諗住如何保存自己嘅實力，根本冇人肯出兵西進。佢哋日日喺孫祖嘅大營入邊飲酒作樂，眼白白咁睇住漢獻帝俾董卓挾持，一路向西。曹操眼見呢班人爭權奪利，直接講：佢哋起義兵係為咗討伐暴亂。而家董卓燒咗宮室，挾持天子遷都，海內震動，百姓流離失所。呢個正係天要收拾董卓嘅時機，打一仗就可以平定天下，唔應該再喺度飲酒，唔應該再猶豫。但無論曹操點講，各路諸侯就係唔肯出兵。最後冇辦法，曹操只能夠率領自己手頭上嘅5000兵馬去追擊董卓。喺曹操率軍行至滎陽汴水嘅時候，啱啱撞正董卓麾下大將徐榮率領嘅西涼鐵騎，雙方打咗一場慘烈嘅大戰，戰鬥由朝早打到落傍晚，最後曹軍大敗，為之當場戰死。曹操自己呢亦都俾流箭射中，胯下嘅戰馬受咗重傷，根本行唔喐。身後嘅徐榮大軍步步逼近，曹操已經跌入絕境。就係呢個時候，曹操嘅堂細佬曹洪落馬，將自己嘅戰馬俾咗曹操。曹操唔肯收，曹洪就話啦：天下可以冇我曹洪，但唔可以冇咗你曹孟德。曹操於是上咗馬，曹洪揸住把長刀，步行跟喺馬後邊，趁住夜色搏命殺出重圍。而徐榮見到曹操率領咁少嘅兵馬，竟然可以同自己打足一日，佢就覺得孫祖嘅關東聯軍肯定都唔係咁容易對付，於是佢亦都帶兵撤退。就咁，曹操帶住殘兵翻咗去孫祖，但係佢翻咗去之後呢，見到各路諸侯照樣喺大營入面飲酒作樂，一啲都冇進兵嘅意願。佢再都唔想同呢班人一齊，於是帶住自己啲殘兵離開咗孫祖，去揚州招募兵馬。揚州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殷同佢本身都好熟絡嘅，於是應承幫手。但係啱啱去到揚州就發生兵變，有叛軍連夜燒毀咗曹操嘅營帳，曹操親手殺咗10幾個人，先至可以衝出重圍。最後只能夠收攏500殘兵去河內駐紮，無奈之下北上投靠袁紹。初平2年，曹操帶兵喺東郡打敗黑山軍，立咗戰功。袁紹上表朝廷推舉曹操為東郡太守，曹操終於有咗一塊小小嘅立足之地。初平3年，青州黃巾軍號稱有100萬之眾，殺入兗州，兗州刺史劉岱率軍迎戰，當場戰死。兗州冇人帶頭，濟北相鮑信等人呢，即刻派人前往東郡迎接曹操出任兗州牧。曹操即刻帶兵前往兗州，同青州黃巾軍打咗一場激戰。鮑信為咗掩護曹操，戰死喺亂軍當中。曹操非常悲痛，但都只能夠率軍繼續同黃巾軍死戰。黃巾軍雖然人好多，但係冇統一指揮，糧草全部都係靠搶，根本冇辦法長期打仗。曹操捉住黃巾軍嘅弱點，
日夜不停咁率軍進擊，一步一步將黃巾軍逼到絕境。最後呢個號稱百萬嘅青州黃巾軍竟然集體向曹操投降。《三國志》入面記載，受降兵卒30幾萬，流民百姓百餘萬口。曹操收編佢哋嘅精銳，號為青州兵。呢支青州兵變成咗曹操第日逐鹿中原嘅核心資本，而兗州都變成咗佢嘅第一個根據地。曹操佔領兗州之後，殺咗好多次譏諷自己嘅兗州名士邊讓。邊讓係天下出名嘅大儒，佢被曹操殺咗之後，兗州嘅士族個個都驚到震，亦都為後面嘅叛亂呢埋落咗伏筆。初平4年，曹操阿爸曹嵩帶住全家大細同巨額嘅家產，從琅琊去兗州投靠曹操。徐州牧陶謙嘅部下張海謀財害命，喺華原、費縣一帶截殺咗曹嵩全家。包括曹嵩、曹操嘅弟弟曹德，仲有曹家幾十口人，全部慘死喺亂刀之下。收到噩耗之後，曹操即刻下令，叫荀彧、程昱留守兗州，自己親自帶大軍殺去徐州報仇。曹操嘅大軍一路勢如破竹，接連攻克咗徐州10幾座城池。陶謙率軍迎戰，被曹操打到大敗，只可以退守鹽縣，唔敢出戰。興平元年，曹操又帶兵征討徐州，大軍所到之處，接連攻克5座城池，一直打到咗東海郡。但就喺曹操大軍喺徐州接連打勝仗嘅時候呢，留守兗州嘅張邈、陳宮迎接呂布入兗州。兗州當地嘅各個郡縣呢，亦都紛紛響應，一時間成個兗州得返舷城、范縣、東阿3座城池，喺荀彧、程昱嘅堅守底下冇丟失到。曹操知道之後，即刻帶住大軍從徐州撤回兗州，同呂布展開決戰。雙方喺濮陽一帶展開咗足足1年半嘅拉鋸戰，戰況慘烈到極點。獻帝春秋入面記載，有一次曹操率軍攻打濮陽，呂布嘅部下假扮投降，將曹操嘅大軍放咗入濮陽城，跟住關門打狗，曹操被打到大敗。混亂之際，呂布嘅騎兵追上咗曹操，但係條豬兜呢認唔出佢，仲大聲咁問曹操係邊一個？曹操順手一指就話嗱，前邊騎住黃色馬嗰個就係曹操啦。於是呂布嘅騎兵呢即刻掉低曹操去追嗰個騎住黃馬嘅人，曹操先至可以趁住大火搏命衝出濮陽城，執翻條命仔。呢場兗州之戰，曹操打得異常艱難，軍中嘅糧草用晒，又撞正蝗災，百姓種田顆粒無收，甚至出現咗人食人嘅慘況。袁紹呢仲派人嚟勸曹操，叫佢將屋企人送去鄴城做人質，歸順自己。曹操有那麼一剎那，真係想點頭答應袁紹。好彩程昱死命勸阻，先至令佢打消咗呢個念頭。興平2年，曹操總結咗之前戰敗嘅教訓，用計謀接連打敗呂布，收翻兗州所有嘅城池。呂布同陳宮走投無路，只可以逃往徐州，投向啱啱接替陶謙做上咗徐州牧嘅劉備。而張邈喺逃亡嘅路上，俾自己嘅手下殺咗。呢場持續咗1年半嘅兗州之戰，最後以曹操嘅全勝收場。佢都徹底咁樣鞏固咗自己喺兗州嘅統治。收復兗州之後，漢獻帝正式頒布詔書，任命曹操為兗州牧。曹操對兗州嘅掌控，終於獲得咗漢室朝廷嘅官方承認。建安元年，漢獻帝帶住文武百官從長安走翻去洛陽，但係呢個時候嘅洛陽呢，早就俾董卓嘅嗰把火燒成咗焦土。文武百官只可以靠斷壁殘垣嚟遮風擋雨，
連一口飽飯都冇得食。尚書郎以下嘅官員都要親自出去挖野菜食，唔少人就係餓死喺呢啲斷壁殘垣之間。呢個時候嘅漢獻帝雖然仲係名義上嘅大漢天子，但早就已經落魄到極點，手入面一兵一卒都冇，連基本嘅溫飽都解決唔到。各路諸侯入面，袁紹佔據住冀州，兵強馬壯，離洛陽又近。佢嘅謀士追授多次勸告，叫佢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係袁紹覺得將呢個皇帝接到自己身邊，等於幫自己揾咗個頂頭上司，乜嘢都要上奏，綁手綁腳，根本唔願意搭理呢個落魄嘅天子。而曹操知道漢獻帝走返洛陽嘅消息之後，即刻召集手下嘅謀士商量。荀彧、程昱等人都極力勸告曹操要即刻帶兵前往洛陽迎奉漢獻帝。佢哋同曹操講：奉天子以令不臣係順天應人嘅大事，而家正正係最好嘅時機。如果而家唔行動，一定會被人捷足先登。曹操當機立斷，即刻派曹洪率軍西進，前往洛陽迎接漢獻帝。之後自己仲親自率領大軍趕赴洛陽。當佢見到漢獻帝同文武百官嘅慘狀之後，即刻送上咗糧食、衣物同各種物資，及時解決咗天子同百官嘅溫飽問題。之後佢又話洛陽殘破，糧草不濟，勸漢獻帝遷都許昌。當時兜踎嘅漢獻帝同文武百官即刻同意遷都嘅請求。建安元年9月，漢獻帝遷都許昌，任命曹操為大將軍，封佢做武平侯，將朝政大權盡數交到曹操手上。呢個時候嘅曹操手握天子，以朝廷嘅名義號令天下，獲得咗政治上嘅絕對優勢。遷都許昌之後，曹操採納韓浩嘅建議，頒布屯田令，喺許昌嘅周邊招募流民，開墾荒地，推行屯田。當年就收穫糧食100萬，徹底咁解決咗曹軍糧食匱乏嘅核心難題。迎奉漢獻帝之後，曹操終於有咗名正言順嘅政治旗號，但係佢面臨嘅局勢照樣危機四伏。北面嘅袁紹佔據住冀、青、幽、并4個大州，兵強馬壯，實力遠喺曹操之上。南邊嘅袁術佔據住淮南，虎視眈眈；東邊嘅呂布佔據徐州，隨時都可能偷襲許昌。西邊嘅張繡佔據住宛城，同荊州嘅劉表聯合，變成咗許昌西南方向嘅最大威脅。面對四面環敵嘅局面，曹操制定咗先弱後強、各個擊破嘅戰略。建安2年，即係公元197年，曹操率軍南征張繡。張繡自知唔係對手，即刻投降。但係曹操係衰鹹濕嘅，搞咗張繡嘅叔父張濟嘅遺孀周夫人。除此之外，曹操私下密謀誅殺張繡嘅消息仲提前洩漏，於是張繡喺賈詡嘅計策底下，突然率軍反叛，偷襲咗曹操嘅大營。曹軍毫無防備，被打到大敗。曹操嘅右臂亦都被流箭射中，胯下嘅戰馬絕影，即場身亡。就喺呢個時候，曹操嘅長子曹昂將自己嘅戰馬讓俾咗老豆，自己就留低斷後，最後戰死喺聯軍當中。曹操嘅侄仔曹安民，仲有佢麾下最勇猛嘅近身侍衛典韋，為咗掩護曹操突圍，都力戰而死。曹操走返去許昌之後，重整兵馬。喺建安2年到建安3年之間，張繡再次歸降曹操。曹操竟然不計前嫌，接納咗佢嘅投降。建安3年，曹操又帶兵東征，目標直指佔據住徐州嘅呂布。呂布雖然勇冠三軍，但係佢唔聽陳宮嘅計策，最後被曹操圍困喺下邳。之後曹操落命令開鑿泗水移水，水淹下邳。
呂布嘅部下見到大勢已去，紛紛反叛，開城投降，迎接曹軍入城。呂布最後被生擒，押到咗曹操嘅面前。佢為咗保命，話自己願意歸降曹操。一開始呢，曹操都有啲心郁郁嘅，但係旁邊嘅劉備呢，就乘機煽風點火，提醒曹操話唔好忘記丁原同董卓嘅下場啊！曹操瞬間醒悟，即刻落命令斬咗呂布個頭。謀士陳宮都被佢哋生擒。曹操念及舊情，想勸佢投降，但係陳宮寧死不屈，最後都被曹操斬殺。鏟除咗呂布之後，曹操就將矛頭對準咗淮南嘅袁術。但喺建安4年，車騎將軍董承對外宣稱接受咗漢獻帝藏喺衣帶入面嘅密詔，要聯合朝中大臣誅殺曹操。當時嘅劉備都參與咗呢場密謀。喺劉備同曹操嘅飲宴當中，曹操直接講：天下英雄唯使君同操耳。劉備心生恐懼，啱好撞正袁術想北上投靠袁紹，於是就借呢個機會向曹操請命，率軍前往徐州截擊袁術。劉備帶兵去到徐州之後，即刻殺咗曹操任命嘅徐州刺史車胄，佔據徐州，公開同曹操對抗。建安5年，衣帶詔事件敗露，董承等人被曹操誅殺，夷滅三族。曹操隨即親自率領大軍東征徐州，攻打劉備。劉備被曹操打到大敗，只能夠逃往河北投靠袁紹。而劉備嘅家眷同大將關羽都被曹操生擒。關羽為咗保護劉備嘅家眷，暫時歸降曹操。同年，袁紹挑選咗10萬精銳步兵、1萬精銳騎兵，號稱有20萬嘅大軍，加上審配、馮紀統管軍事，田豐、荀湛、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大將，率軍南下進攻許昌。官渡之戰正式拉開帷幕。之後，曹操親自率領大軍進駐官渡，同袁紹大軍對峙。戰爭一開始，袁紹就派大將顏良率軍攻打白馬。東郡太守劉延頻頻告急。曹操採納咗荀攸嘅計策，聲東擊西，帶兵假扮要渡過黃河，襲擊袁紹嘅後方。袁紹果然中計，即刻分兵西進，前去阻攔。於是曹操就帶領輕騎兵直接衝去白馬。當時顏良嚇咗一跳，倉促應戰，被關羽斬殺喺萬軍當中。顏良死咗之後，袁軍瞬間崩潰，白馬之圍就此解除。曹操解咗白馬之圍後，率領百姓同物資沿住黃河向西撤退。袁紹派大將文醜同劉備率領5、6千騎兵前嚟追擊。曹操下令將輜重物資全部掉喺路邊。袁軍嘅騎兵見到，哇，成地都係嘢，大把可以執，紛紛落馬搶奪，陣營大亂。曹操見到咁嘅情況，即刻帶住手頭得返嘅600幾騎兵，突然發起衝鋒，袁軍大敗，文醜被斬殺於亂軍當中。顏良、文醜都係袁紹麾下最有名嘅大將。結果打咗冇幾耐啫，先後就被曹操斬殺。袁紹大軍嘅士氣受到咗極大嘅打擊。不過就算係咁袁紹嘅實力照樣遠遠喺曹操之上。雙方喺官渡對峙咗3個幾月，曹操嘅糧草逐漸耗盡，士兵都疲憊不堪。後方嘅許昌亦都成日遭到偷襲，局勢越嚟越危急。曹操一度想放棄官渡，退翻去許昌。佢寫信俾留守許昌嘅荀彧，講咗自己嘅諗法。荀彧即刻回信，極力勸咗曹操。佢話：而家雖然處境困難，但比起當年劉邦同項羽喺滎陽之間嘅對峙時候，仲係要好得多。劉邦同項羽邊個都唔肯先退一步，因為先退嘅人就會失去氣勢。而家用1/10嘅兵力握住官渡呢個咽喉要道，擋住袁紹10萬大軍，
已經差唔多半年，局勢行到呢一步，一定會發生變化。而家正係用奇謀妙計嘅時候，千祈唔可以錯過。荀彧嘅呢封信令到曹操打消咗撤軍嘅念頭。就喺呢個關鍵時刻，袁紹嘅謀士許攸突然之間連夜嚟投奔曹操。許攸同曹操本來呢就係少年時候嘅好朋友，佢喺袁紹麾下多次獻計，但係袁紹根本唔聽。加上許攸嘅屋企人喺鄴城犯法，被審判捉咗起身，許攸又嬲又驚，最後決定背叛袁紹，投靠曹操。曹操聽見話許攸嚟咗，連鞋都趕唔切着，赤腳就跑出去迎接。當許攸坐低之後，佢就問曹操：而家手入面仲有幾多糧草啊？曹操呢一開始仲扮晒嘢咁嘅，最後先至講實話，話糧草只能夠支撐1個月。許攸眼見曹操終於肯講實話，即刻同曹操講：袁紹嘅所有糧草物資全部都囤積喺烏巢，由淳于瓊率領1萬騎兵把守，只要派一支輕騎兵奇襲烏巢，燒晒袁紹嘅糧草，不出3日，袁紹嘅10萬大軍自然不戰而敗。曹操聽聞之後，決定留低曹洪、荀攸留守官渡大營，自己親自率領5000精銳騎兵，全部換上晒袁軍嘅旗號，口入面含住木棍，馬嘴綁上布條，趁住夜色從小路直去烏巢。就喺路上，佢哋撞正袁軍嘅巡邏隊，佢哋話袁紹怕曹操偷襲後方嘅糧草，就係派佢哋去烏巢加強防備嘅。袁軍嗰班豬兜巡邏隊竟然絲毫冇懷疑，就放咗佢哋過去。第二日天都未光，曹操嘅大軍終於到達咗烏巢。淳于瓊眼見曹操只係得5000兵馬，根本冇放在眼內，於是帶兵迎戰。曹操見淳于瓊率軍出營，即刻親自擂鼓指揮士兵衝鋒。曹操將士個個奮勇殺敵，袁軍逐漸打唔過，退翻去營寨當中。就喺呢個時候，袁紹派嚟增援烏巢嘅騎兵已經越嚟越近，曹操嘅部下紛紛請求分兵抵擋。曹操怒斥話：等到賊人真正嚟到背後再嚟報告。曹軍將士眼睇住主帥身先士卒，個個士氣大振，以一當十，最後攻破咗烏巢大營，斬殺淳于瓊，將袁紹囤積喺烏巢嘅所有糧草物資一把火燒到乾乾淨淨。烏巢糧草被燒嘅消息傳到咗官渡嘅袁紹大營之後，袁軍瞬間軍心大亂。袁紹麾下大將張合、高覽知道烏巢失守，又被國圖誣告，即刻率領大軍向曹操投降。張合、高覽嘅投降變成咗壓垮袁紹嘅最後一根稻草。袁紹嘅10萬大軍瞬間土崩瓦解。曹操趁呢個機會率領大軍全線出擊，袁軍大敗。袁紹只能帶住自己嘅仔袁譚同800幾個騎兵倉皇渡過黃河向北逃走，剩低幾萬嘅袁軍降卒被曹操盡數坑殺。呢場官渡之戰最後以曹操嘅全勝收場。呢場戰役都徹底咁奠定咗曹操統一北方嘅基礎，變成咗曹操人生入面最輝煌嘅高光時刻。官渡之戰後，袁紹元氣大傷，再都冇能力同曹操抗衡。建安7年，袁紹喺鄴城嘔血而死。佢死咗之後，3個仔袁譚、袁熙、袁尚為咗爭奪繼承權，互相攻殺。呢個俾曹操可乘之機，於是曹操就採納咗國家嘅暫緩進攻計策，令袁氏兄弟自相殘殺，等佢哋兩敗俱傷嘅時候，再帶兵出擊。果然冇過咗幾耐，袁譚同袁尚就大打出手，袁譚戰敗，竟然向曹操投降求援。曹操趁呢個機會率軍北上，建安9年攻破咗鄴城，斬殺咗沈沛，平定咗冀州。建安10年斬殺咗袁譚，平定咗青州。
建安11年，率軍征討高幹，平定咗并州。建安12年，曹操為咗徹底咁樣肅清袁氏嘅殘餘勢力，亦都為咗平定北方嘅邊患，決定率軍北征烏桓。當時麾下嘅好多將領都反對嘅，覺得袁熙、袁尚已經變成咗喪家之犬，不足為懼。而南邊嘅劉表、劉備好有可能趁住呢個機會偷襲許昌。呢個舉動風險太大，但係只有國家極力支援曹操北征烏桓。佢同曹操講：烏桓地處偏遠，肯定輕視防備，率軍奇襲一定可以一戰平定。而劉表只係一個吹水佬，佢知道自己駕馭唔到劉備，肯定唔會俾劉備兵權要佢偷襲許昌。就算傾盡全國之力北征，都唔需要擔心。於是曹操就同意咗國家嘅建議，再次率領大軍北上遠征烏桓。大軍行進啱好撞上雨季，沿海嘅道路全部被大水淹沒，冇辦法通行。佢哋就喺當地名士田疇嘅指引底下，曹操帶兵穿過500幾里荒無人煙嘅山路，直逼烏桓嘅大本營。等到曹軍距離柳城只有200里路嘅時候，烏桓嘅單于塔頓先知道曹操大兵嚟到，佢大驚失色，即刻同袁熙、袁尚一齊率領數萬騎兵前來迎戰。雙方喺白狼山打咗一場遭遇戰。當時曹操嘅主力部隊仲喺後邊，身邊只有少量嘅騎兵。佢嘅部下睇見烏桓騎兵人數眾多，都驚到打冷震。曹操登上高處，見到烏桓嘅騎兵人數雖然好多，但係陣營混亂，毫無章法。於是佢即刻落命令，叫張遼為先鋒，率領騎兵直衝烏桓軍陣。張遼一馬當先，率軍殺入敵陣，烏桓大軍瞬間潰敗，塔頓被張遼當場斬殺。幾萬烏桓騎兵全部投降，曹操一舉平定咗烏桓。袁熙、袁尚逃往遼東，投靠咗遼東太守公孫康。曹操冇繼續追擊，因為佢知道公孫康一定會將袁熙、袁尚嘅首級送過嚟嘅。果然冇過咗幾耐，公孫康就斬殺咗袁熙、袁尚，將佢哋嘅首級送到咗曹操面前。大勝之後，曹操嘅軍隊班師回朝，但係喺過程中，國家染病去世，年僅38歲。曹操十分悲痛，大軍行至碣石山，佢登上碣石，望住波濤洶湧嘅大海，寫落咗千古名篇《觀滄海》。呢一年，曹操已經53歲。建安13年正月，曹操率軍翻到咗鄴城，即刻下令開鑿玄武池，訓練水軍，為南下征討荊州做準備。同年3月，曹操廢咗三公制度，恢復丞相制，自任漢朝丞相，總攬朝政大權。呢個時期嘅曹操因為頭風病咗好耐，一路都醫唔好，佢想請華佗為佢出診，但華佗呢以自己生病為由拒絕出診。之後曹操查實原來佢係欺君，於是下令處死華佗。不過當佢個仔曹沖病逝之後，曹操就非常之後悔自己點解要殺華佗呢？冇人可以救翻佢個寶貝仔。同一年，曹操殺咗多次非議自己嘅孔子後人名士孔融，並將佢夷滅三族。呢個舉動徹底咁震懾朝中反對自己嘅士族集團，鞏固咗後方嘅統治。同年7月，曹操親自率領10幾萬大軍，佢當然號稱80萬啦，揮師南下攻打荊州。就喺曹操大軍南下嘅途中，荊州牧劉表病逝，佢嘅第二個仔劉琮喺蔡瑁、張允等荊州士族嘅勸說底下，根本冇抵抗，就派人向曹操遞交咗投降書，將成個荊州拱手讓俾曹操。曹操兵不血刃攞低咗荊州，仲收編咗荊州嘅水軍。呢個時候，
劉備駐紮喺樊城，當佢知道劉琮投降嘅消息，曹操大軍已經逼近新野。劉備知道自己唔係對手，只能夠帶住手下同百姓向南撤退。曹操之後派精銳騎兵喺長坂坡追上劉備嘅隊伍，將劉備打敗。劉備只能夠帶住諸葛亮、張飛、趙雲等10幾個人逃往夏口，同關羽嘅水軍會合。呢個時候嘅曹操已經佔據咗荊州，長江以北嘅大片土地幾乎都掌握喺佢手中。江東嘅孫權已經變成咗佢統一天下最後一個障礙。於是佢寫咗一封信俾孫權，話自己有水軍80幾萬，方同將軍會獵於吳。收到信件之後，江東嘅朝堂瞬間人心惶惶。當時江東嘅文武百官以張超為首，好多人都主張投降曹操，只有周瑜、魯肅等少數人呢主張抵抗。最後孫權喺眾人嘅勸說底下，聯合駐紮喺夏口嘅劉備一齊對抗曹操。孫劉聯軍共計5萬兵馬，沿長江西進，最後喺赤壁一帶同曹操嘅大軍迎面相遇，變成咗對峙。但曹操嘅大軍好多都係北方人，一上船就暈船浪，戰鬥力大打折扣。加上軍中爆發咗好嚴重嘅瘟疫，士兵嘅士氣低落。曹操為咗解決士兵暈船浪嘅問題，就叫人用鐵鏈將所有嘅戰船都連埋一齊，船身穩定咗好多。不過就非常之危險。周瑜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同黃蓋定下計策。黃蓋派人送去投降書，假扮要投降曹操。曹操信以為真，同黃蓋約定咗投降嘅日期。建安13年12月，黃蓋帶住10幾艘裝滿咗乾草油脂嘅小船，趁住東南風駛向曹軍嘅水寨。曹兵都以為黃蓋係嚟投降嘅，毫無防備。等到黃蓋距離曹軍水寨冇幾遠嘅時候，佢一聲令下，點燃咗船上嘅乾草，10幾隻火船好似箭一樣衝入咗曹軍嘅水寨，大火瞬間燒咗起身。曹軍嘅戰船被啲鐵鏈綁埋一齊，根本解唔開，所以好快就被全部點燃。大火迅速蔓延至岸上嘅營寨，一時間火光衝天，曹軍嘅士兵被燒死、被浸死嘅不計其數。周瑜就趁住呢個機會率領大軍全線出擊，曹軍大敗。曹操睇住漫天大火，知道大勢已去，只可以率領殘部從華容道倉皇撤退。喺撤退嘅路上又撞正落大雨，道路泥濘，根本行唔喐。曹操只可以命令老弱殘兵孭住草鋪路，騎兵先可以通過。好多鋪路嘅士兵就係咁被活活踩死喺泥濘入邊。當曹操逃翻到南郡嘅時候，10幾萬嘅大軍已經損失咗大半。呢場赤壁之戰最後以曹操嘅慘敗而告終。呢場戰役都徹底打碎咗佢統一天下嘅夢想，但係變相奠定咗三國鼎立嘅雛形。赤壁戰敗之後，曹操退翻去北方，佢知道自己好難喺短時間內平定江東同劉備，一統天下嘅時機已經錯過。於是佢開始將重心放喺鞏固內部、發展生產、整頓吏治，同時一步一步咁樣鞏固自己嘅權力，為曹魏政權嘅建立打落基礎。建安14年，曹操率軍到達合肥。佢喺當地設定郡縣，安撫百姓，鞏固淮南防線。建安15年，曹操頒布求賢令，明確提出唯才是舉，就算係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都可以被推舉任用。建安16年，曹操任命自己個仔曹丕為五官中郎將，設定官署為丞相府，俾咗佢朝堂之上僅次於自己嘅行政權。但係始終冇明確繼承人嘅身份，
呢樣嘢亦都為後續幾年儲位之爭埋落咗伏筆。同年，曹操以征討漢中張魯為名，派鍾繇、夏侯淵率軍西進。關中嘅馬超、韓遂等十路諸侯誤以為曹操要借道攻打佢哋，紛紛起兵反叛，聚集咗10萬兵馬，扼守潼關對抗曹操。曹操隨即親自率領大軍西征，同馬超、韓遂嘅聯軍喺潼關一帶形成對峙。對峙期間，佢表面上同聯軍正面相持，暗地裏派徐晃、朱靈率軍渡過蒲坂津，佔據河西，建立咗穩固嘅營寨。之後，曹操率軍北渡黃河，繞過咗潼關天險，進入咗關中腹地。聯軍失去潼關之後，只可以退守渭口。曹操又多次使用疑兵之計，擾亂聯軍軍心，同時暗中派軍隊渡過渭水，收足營寨。馬超帶兵連夜偷襲，但係都俾曹操提前設下嘅伏兵打敗。聯軍屢戰屢敗，糧草逐漸消耗殆盡，只可以向曹操割地求和。曹操採納咗賈詡嘅計策，表面上同意應承，再利用同韓遂嘅舊交情，離間馬超同韓遂嘅關係。果然，馬超開始懷疑韓遂同曹操暗中勾結，聯軍嘅內部開始慢慢瓦解。曹操揸住呢個機會，同聯軍約定咗決戰嘅日期。決戰當日，曹操先派輕騎兵出戰，同聯軍大戰一番之後，突然派出精銳嘅虎豹騎從兩翼夾擊，聯軍全線潰敗，馬超、韓遂只能夠逃往涼州，關中就此平定。馬超走返去涼州之後，打算再次起兵反叛，被夏侯淵率軍擊敗，最後走投無路，先去投靠張魯，最後歸降劉備。藉住平定關中嘅赫赫戰功，曹操喺朝堂嘅聲望同權勢再上一層樓。建安17年，漢獻帝特許曹操戰敗不明，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效仿當年蕭何嘅舊例。同年，曹操晉封魏公，加9石。呢個舉動遭到咗佢最倚重嘅謀士荀彧明確反對。荀彧始終以漢臣自居，佢輔助曹操20幾年，初心係康扶漢室，而唔係睇住曹操一步一步咁樣取代漢室。曹操因為呢件事對荀彧心生不滿，派人送咗一盒空嘅食盒俾荀彧。魏氏春秋記載，荀彧見到空嘅食盒之後，明白曹操嘅意思，服毒自盡，時年50歲。建安18年，曹操率領大軍南征孫權，喺魚須口同孫權嘅大軍對峙咗1個幾月，雙方互有勝負。曹操見到孫權嘅軍隊軍容嚴整，紀律嚴明，不禁感嘆：生子當如孫仲謀。最後，曹操率軍撤返去北方。同年，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加9石，以冀州嘅河東、河內、魏郡等10個郡縣為曹操嘅封國。曹操可以喺封國裏邊設置百官，建立宗廟，同漢初嘅諸侯王享有同等規則。建安19年，伏皇后寫信密謀誅殺曹操嘅事情敗露，曹操大怒，派華歆率軍闖入皇宮，廢咗皇后，將佢囚禁起身，最後幽禁而死。伏皇后所生嘅2位王子都被曹操毒殺，服侍宗親100幾人全部被處死。同年，曹操奏請漢獻帝立自己個女曹節為皇后，徹底咁樣掌控咗漢室後宮。其後，曹操將目光投向咗漢中。建安20年，佢親自率領大軍西征漢中。張魯本來想直接投降，但係被細佬張衛攔咗。張衛帶兵喺陽平關據守，被曹軍擊敗之後，張魯逃到巴中，封存咗漢中嘅府庫錢糧，之後先正式向曹操投降。呢個時候嘅劉備
啱啱攞低咗益州，蜀中人心惶惶。司馬懿、劉燁都勸曹操趁呢個機會率軍南下攻打益州，一舉殲滅劉備。但係曹操並冇咁做，除咗佢唔願意貿然深入蜀地，仲有3個核心原因。一嚟係孫權喺東線攻打合肥，後方唔穩陣；二嚟劉備已經從荊州回防江州，益州已經有充足嘅防備；三嚟漢中啱啱平定，軍心唔穩，糧草難以長期支撐大軍遠征。佢最後率軍撤翻去北方，只係留低夏侯淵、張合駐守漢中。建安21年，漢獻帝再次落旨，晉封曹操為魏王，食邑3萬戶，位居諸侯王之上，可以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出入使用天子嘅旌旗儀仗，規則同皇帝幾乎冇區別。建安22年，曹操又再帶兵南征孫權，喺魚須口打敗孫權嘅軍隊。孫權派使者前嚟請降，曹操應承咗孫權嘅求和，雙方重新結盟。同一年，曹操正式冊立曹丕為魏王世子，明確咗佢嘅繼承人地位。但係持續咗幾年嘅儲位之爭，並未就咁徹底平息。曹植嘅核心幕僚楊修等人，照樣喺暗中為曹植謀劃，試圖扭轉局面。建安23年，劉備親自率領大軍攻打漢中，漢中之戰正式爆發。建安24年，劉備嘅大將黃忠喺定軍山一戰當中斬殺咗曹軍主帥夏侯淵，曹軍全線潰敗。曹操知道夏侯淵戰死嘅消息，立即率領大軍趕往漢中，想搶翻呢塊益州嘅咽喉要地。但係劉備早就佔據咗漢中各個地方嘅險要關隘，堅守營寨，拒絕同曹軍主力決戰。曹操嘅大軍多次挑戰都毫無進展，僵持咗幾個月之後，糧草開始逐漸耗盡，軍中士兵逃亡嘅人數越嚟越多。曹操知道自己已經冇辦法奪回漢中，最後只可以下令全軍放棄，撤回長安。而就喺曹操率軍駐守漢中同劉備對峙嘅呢段時間，曹操內部嘅儲位之爭再次激化。楊修多次插手立儲嘅事，甚至藉住隨軍出征嘅機會，從曹操嘅軍營口令當中預判出撤軍意圖，泄露軍機。曹操早就唔妥佢噶啦，從漢中撤翻去長安之後，就以泄露軍機、結交諸侯嘅罪名，將楊修誅殺，徹底咁樣為曹丕嘅繼位掃清咗障礙。呢場持續咗2年嘅漢中之戰，最後以劉備全勝收場。劉備順勢晉為漢中王，實力達到咗佢一生當中嘅巔峰。就喺曹操從漢中撤翻長安嘅同一年，駐守荊州嘅關羽發動咗襄樊之戰。關羽帶兵北上攻打樊城，樊城守將曹仁被關羽打到節節敗退，只可以死守樊城。曹操派于禁、龐德率領7軍前去增援。當時啱好撞正秋季連日暴雨，漢水暴漲泛濫，于禁率領嘅7軍被洪水圍困。關羽乘勢帶兵猛攻，于禁被關羽生擒，龐德寧死不降，被關羽斬殺。關羽乘勝圍攻樊城，威震華夏。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胡方紛紛投降關羽，就連許都附近嘅好多盜匪都響應關羽，接受關羽嘅封號。曹操知道于禁全軍覆沒嘅消息，一度想遷都避開關羽嘅鋒芒。好在司馬懿、蔣濟等人極力勸阻，佢哋話關羽威震華夏，孫權肯定唔想見到，我哋應該派人去聯合孫權，只要佢肯出兵偷襲荊州，事成之後，江南嘅土地盡數封俾佢，承認佢對江南嘅合法統治。孫權同關羽本身就唔啱 key， 加上又有巨大嘅利益誘惑，
即刻應承咗曹操嘅請求，於是派呂蒙白衣渡江偷襲荊州，一舉攻佔咗江陵公安，切斷咗關羽嘅後路。關羽知道荊州失守之後，即刻帶兵從樊城撤退，但係呢個時候軍心已經大亂，士兵紛紛逃亡。關羽走投無路，只可以退守麥城，最後喺突圍嘅路上被孫權嘅部將潘璋馬中生擒，之後被斬殺。襄樊之圍徹底咁樣解除，曹操從長安班師翻到咗洛陽。孫權派人將關羽嘅首級送去洛陽。曹操出名愛財，以諸侯之禮厚葬咗關羽。建安25年正月，曹操嘅病情急劇加重，佢知道自己時日無多，開始有條不紊咁樣安排後事，頒布咗一道遺令，交代自己死後要薄葬，一切從簡，唔着豪華殮服，唔收藏金玉珍寶，將墓址選喺鄴城西門炮池西邊嘅高原，利用地形高處為基底，做到不封不樹，即係唔堆積成墳，唔種樹立碑。佢仲叮囑自己嘅妾婢同歌舞藝人都要好好安置，令佢哋住喺銅雀台上邊，每個月嘅初一、15仲要喺帳中奏樂歌舞。其餘嘅香料分俾各位夫人，各房嘅人如果冇嘢做可以學下織鞋攞去賣錢。建安25年正月23日，即係公元220年3月15號，曹操喺洛陽病逝，享年66歲。佢嘅靈柩按照佢嘅遺令被運返鄴城，安葬咗喺高陵。曹操去世10個月之後，佢嘅仔曹丕就逼漢獻帝禪位，登基稱帝，建立咗曹魏政權。東漢王朝就此滅亡。曹丕仲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即係後世所稱嘅魏武帝。講到曹操嘅墓葬，千百年入面流傳住無數嘅傳說，最有名嘅就係72疑冢呢個講法。相傳曹操為咗防止後人盜掘佢嘅墳墓，喺出殯嗰一日，鄴城所有嘅城門同時打開，72具棺木從各個城門同時抬出，分別葬喺唔同嘅地方，所以冇人知道曹操真正嘅墓到底喺邊度。呢個傳說流傳咗千幾年，直到2009年呢個千年謎團終於被考古發現徹底咁揭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喺安陽市恩都區安豐鄉西高穴村搶救性發掘咗一座東漢大墓，經過多方考證，最後確認呢座墓就係曹操嘅高陵。考古發現呢座高陵坐西向東，平面係甲字形，係一座帶斜坡墓道嘅多室磚墓。斜坡墓道長39.5米，最深嘅地方離地表大概15米，同《三國志》入面記載嘅曹操高陵完全吻合。墓中雖然多次被盜，但仲係出土咗900幾件文物，其中最珍貴嘅就係多件魏武王常用嘅魏相石等銘文龜形石牌。呢啲石牌為確定墓主身份提供咗最關鍵嘅證據。其中出土嘅魏武王所用魏相石，即係一個石質嘅理療枕頭，加熱之後可以熱敷頸部，正好印證咗歷史當中記載嘅曹操常年患有頭風病嘅史實。而喺陵墓當中出土嘅隨葬品，好多都係素陶、鐵器等等普通嘅物品，冇任何嘅金玉珍寶，同曹操遺令當中薄葬嘅要求完全吻合。呢座高陵嘅考古發現，徹底咁終結咗流傳千年嘅72重傳說，都令到我哋睇見史書當中一個生平殺伐果斷，但死後卻選擇薄葬嘅曹操真實嘅一面。千幾年嚟，對曹操嘅評價從來都係兩極分化，有人鬧佢係篡奪漢朝嘅奸賊，
係陰險狡詐嘅白面奸臣，亦都有人讚佢係平定亂世嘅英雄，係雄才大略嘅政治家、軍事家。但其實曹操從來都唔係一個非黑即白嘅人，佢嘅身上既有平定亂世嘅戰功，亦都有殺伐過重嘅污點，既有唯才是舉嘅格局，都有猜忌多疑嘅局限，既有匡扶漢室嘅初心，亦都有一步一步走向權力頂峰嘅決策。佢從一個被世俗輕視嘅宦官之後，靠住自己嘅智謀同勇武，喺亂世當中殺出咗一條血路，最後統一北方，結束常年戰亂，令到飽受戰亂之苦嘅百姓重新過上咗安定嘅生活。佢推行屯田制，興修水利，恢復咗北方嘅農業生產，令到荒蕪嘅土地重新長出糧食。佢3次頒布求賢令，唯才是舉，打破咗門閥士族對官場嘅壟斷，俾寒門子弟一個出人頭地嘅機會。佢開創咗建安文學，寫咗無數千古名篇，為中華文明留下咗寶貴嘅精神財富。佢嘅一生充滿咗矛盾，亦都充滿咗傳奇。佢有諸多嘅爭議，諸多嘅污點，諸多嘅遺憾，成世人都唔能夠實現一統天下嘅夙願。但冇人可以否認，喺嗰個漢末亂世入面，係曹操用自己嘅一生平定咗北方戰亂，重新建立社會秩序，俾百姓一個安穩嘅歸宿。千百年後，三國嘅烽煙早就散盡，但係曹操呢個名同佢留低嘅千古名篇，仲有嗰啲傳奇故事，照樣被世人反覆提起，包括在下哈。功過是非，自有後人評說。而嗰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嘅男人，早已經喺歷史嘅長河入面留低咗屬於自己濃墨重彩嘅一筆。好啦，曹操嘅一生今晚就講到呢度，唔知你對佢有咩睇法呢？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哋知，亦都麻煩你點個讚，點埋個訂閱。我係陸小凡，下期繼續同你一齊翻看三國。